1999以前，伫廣東介人少嘅山村度，有一個愛讀書也愛談故事嘅聲音，佢嘅名按到老方伯。方伯啊，使我背嘅世界當法，你愛有一粒勇敢又良善嘅心。老方伯從細就看到，村度嘅人若肯互相疼惜，災難嘅事情也做得慢慢嘅解決。如果應該日頭當時，大家合起來就會從善安穩。從台之後，老方伯聽人講，海街片有一座大島，島當有森林、河壩，也有當人哋親信嘅生活。我會記得家鄉，也為了客家人嘅勸儉心意，帶到遠方。回路當中，就是風平浪靜，就是浪花從山南過。不過老方伯冇退縮。你要驚麼？驚也愛向前行，因為新嘅希望喺前方。到了婆羅洲，老方伯看到唔同樣嘅世界，該會有美麗嘅樹那、彎彎嘅河壩，還有類似冇窮地方嘅人。歡迎你來到呢片土地。希望你我也願意做一個守規矩、為天數嘅人。當到客家人來到呢位做事，佢哋用熱水流汗，按部上架。大家最少嘅唔但淨係辛苦，還有爭吵冇人公平處理。也大家切吵下去，萬人都冇法度安心生活。老方伯坐喺火光順，一個個同大家講出深度嘅煩惱。有人講安全，有人講買賣，有人講成人嘅將來。然需要一個大家都信得過嘅辦法，唔係靠牽頭，係靠規矩，唔係搶維持家，係為大。於是老方伯繞場大家坐下來，有人來自山度，有人來自海順，有人講客話，也有人講冇窮嘅話。只要大家肯講理、肯守信，人就做得強下建立新家人。後來大家組成了南方公司。後者講南方第777年改組成南方台通局，也唔係普通嘅公司，佢將大家強下守護嘅新家人。按強下守護南方。老方伯啲真正重要嘅唔係個個嘅屋，也唔係亮晶晶嘅金，真正重要嘅係公平嘅規矩。強嘅人唔做得欺負弱嘅人，有錢嘅人唔做得困強冇錢嘅人，有事就坐下來講清楚。南方慢慢地熱鬧起來，人哋實習高溫密天，啲河順潤福，啲山順努力做事。冇窮錯權嘅人，也學會互相尊重。人講嘅話冇窮樣，也做得做朋友麼？當然做得，新人也窮樣，就做得強下向前行。不過新家人唔會容忍偏見，有時風雨來，有時政治來，有時我輩嘅勢力也想插手。你下按樣辦做？唔好驚，先救人，先團結，再想辦法。因為老方公正、勇敢，有肯同大家講話，眾人推佢來大量南方，佢冇老自家看做個個的上界人。我唔係一個人嘅主人，我係大家信任嘅服務者。喺南方，人努力本成人做得讀書，本頭路做得通行，本商人做得安心買賣，也本南方裏嘅人有機會重新開始。讀書係為咗愛締造人嘅土地，締造土地就做得照顧下當人。歲月慢慢過去，老方伯嘅頭腦冇拍嚟，不過佢心度嘅願望冇老。因為用鐵土地會改變人，不過大家心度嘅心意會日出流連。後來老方伯嘅故事本日推一推嘅人記得，有人講佢哋海街片建立一個特別嘅家人，嗰隻家人嘅名按到南方。只要大家願意同心，就做得啲南方種下一粒新嘅希望。